簡約嘅原則係咪真係死慳死抵、勒實肚皮1毫子都唔用就為之最好呢？定係我哋用簡約嘅原則都係為咗最快最有效咁樣達到我哋想要嘅效果呢？今日咧我就想同大家分享下10個喺工作同埋揾錢嘅應用啊！大家又睇下呢10個裏邊，你哋而家又應用緊幾多個？Less is better， 少你都可以好好。我哋習慣咗問自己，究竟我哋仲可以做啲乜嘢嘢 ？Less is better 嘅原則啊，就係問自己，究竟我冇咗嗰樣嘢，其實我係咪都一樣咁開心呢？譬如話，我少買一件衫，或者 upgrade 少一次 iPhone， 其實我個人係咪都係咁開心呢？直到我哋問自己，有邊一樣嘢我哋真係唔想失去呢？譬如我自己咧就絕對唔想失去接觸大自然，去呼吸一口新鮮嘅空氣，又或者少咗一啲親密嘅關係，甚至乎如果每一朝我都冇一個寧靜嘅時間咧去親近神，我都會覺得好唔舒服。Less is better 就係問自己，究竟有邊幾樣嘢你係絕對唔想失去嘅呢？The One Thing Rule 呢一個簡約原則咧嘅靈感其實就嚟自一本書叫做 The One Thing， 作者咧就叫 Gary Keller， 佢就咧叫我哋問自己一個好緊要嘅問題，就係我哋可唔可以揾出一件好重要嘅事，其他嘅事情咧變得唔再重要，因為呢一件事咧就好似一個骨牌效應，你完成咗佢之後咧，其他嘅事情咧都變得更加容易。我就記得嗰陣時咧，我係好想去儲錢，我要揾一件事去完成，我就決定咗去買一間屋。當時咧我自己有幾多錢，我可以買一間幾錢嘅屋咧，我完全都唔知。但係咧我就開始去周圍去睇樓，我就發現咧原來咧我只能夠咧負擔買一間大概200萬嘅村屋喎。當我決定咗去買呢間村屋嘅時候咧，我就開始諗辦法去儲首期啦，點樣去完成交易，點樣去借錢，點樣去裝修，點樣去租出。真係好似 Gary Keller 咁講，我揾出呢件最重要嘅事情之後咧，其他嘅事情咧都好似骨牌效應咁樣變得唔再重要，同埋可以好順利咁完成。所以咧其中一個簡約嘅原則咧就係我哋要揾一件最重要要完成嘅事 The One Thing Rule。究竟AI 點樣可以幫我哋簡化到生活，實踐到簡約原則呢？今個月咧我就決定將我嘅收入同埋支出清清楚楚咁樣去拱晒入 DeepSeek 嗰度，跟住咧就問佢點樣可以幫我解決到一啲理財嘅問題，例如我嘅住屋嘅開支有冇得減少啊？或者我小朋友嘅開支可唔可以減低呢？我將個問題輸入咗俾佢嘅時候咧，我就發覺咧佢就俾咗好多一啲我都唔識嘅建議俾我，非常之有用。咁究竟我哋點樣可以有效咁樣利用 AI 呢？就係我哋要將我哋嘅問題清晰咁樣梳理好，同埋將我哋自己個人嘅問題清清楚楚咁話俾 AI 聽，咁佢咧就會俾到一啲我哋都唔知道嘅建議俾到我哋。如果你想知道自己點樣可以用 AI 有效咁樣幫你處理到你理財嘅問題，click 入下邊嗰條 link， 你就可以得到我幫你預備咗嘅關於理財問題嘅問題清單，等你可以梳理好你自己嘅問題，清清楚楚咁樣去問 AI 啦。喺工作上咧，同樣可以應用到簡約原則嘅喎。唔知大家有冇試過俾你老闆叫你一次過 multitask 做晒幾樣嘢，做快啲得唔得啊？原來咧 multitasking 咧係並唔存在，我哋做緊嘅咧就叫做 task switching， 我哋將工作
轉換緊。如果你唔信我嘅話，你試下返工嘅時候，睇下你可唔可以一路打電郵，一路同同事傾 project， 你就知道係唔得㗎啦。而呢一個研究咧，其實係有密茲根大學嘅研究支持，就叫做樽頸理論啦。佢哋咧就發現咧，人類只可以每一次 handle 一個 task。如果佢哋喺工作上轉換嘅話咧，佢哋嘅效率咧就會降低40% 㗎啦。所以咧就將我哋對工作嘅觀念咧要改變一下。我哋咧唔係一次過做幾個工作，而係咧將工作嘅重要性排列，逐一擊破。呢一個咧就係工作上嘅簡約原則。固定位置，我哋要為我哋所有嘅物品咧，都要設立好佢哋自己嘅固定位置嘅喎。好似我咁啊，我跑步有條鎖匙，我都會咧將佢擺喺門口鞋櫃隔離。另外咧，每一次跑步嘅時候咧，都會記得攞，唔會咧入唔返門口嘅喎。戒指有佢固定嘅位置，老婆瞓覺有佢固定嘅位置，令我哋咧生活更加和諧，減少阻力。腦筋都清醒好多。瞓覺前30分鐘最好將心情慢慢平靜落嚟，將屋企用過嘅嘢咧全部都收拾返好，整理還原，唔好留到聽朝喎。如果心裏邊有啲牽掛嘅咧，就用紙同筆寫出嚟，咁樣咧就會幫助你心情更加平靜。然後咧就熄燈，將一晚結束。第二朝重新開始。香港地方咁細，要屋企每一個角落都執到整整齊齊，真係一啲都唔容易。但係咧，我哋就可以由一個細小嘅個人空間開始。譬如話，我哋想做嘢集中啦。點樣先至可以盡量避免滋擾同埋分心呢？首先第一件事，梗係要將電話放到去一啲自己睇唔到嘅地方啦。我哋咧仲可以擺一個計時器喺度 ，set 做20至30分鐘，根據我哋個人集中嘅情況而定啦。每到時間啊，就俾自己休息5分鐘，因為咧有呢個清晰嘅5分鐘獎勵咧，就令到我哋工作嘅時候咧就更加集中。而且啊，我哋仲可以擺張紙喺度啦，記錄低自己分心嘅次數同埋原因，等我哋咧下次可以知道點樣去避免。原來咧簡約嘅原則，同時都可以提升我哋工作嘅效率㗎喎。哇！季尾嚟啦，啲衫好平啊，不如買定下一季嘅衫先。點知打開個櫃桶，發現有好多條一模一樣嘅黑色短褲，唔知你有冇試過呢？咦，隻杯幾靚喎，不如買定一套，到時招呼朋友用啊。個手機殼可能會爛喎，不如買定一個擺喺屋企先。你哋有冇睇下你哋屋企究竟啊有幾多買定先嘅嘢呢？喺我哋買定先之前，我哋又會唔會諗下嗰樣嘢可唔可以租啊？可唔可以問朋友借啊？甚至乎真係要用先買呢？如果我哋咁有預備啊，橫掂我哋都難逃一死啦。不如我哋買定副棺材先啦。我猜。Sorry 啊各位，我到而家咧都淨係拍到8個簡約原則嘅應用，因為咧最近搞緊一單大雕，下一集會 update 你哋。如果大家都願意原諒我嘅話，麻煩你哋 subscribe 我，同埋 click 入下邊條 link 咧，就可以得到我嘅 DeepSeek 嘅理財問題清單噶啦。下一集咧，我就會講300萬嘅樓點樣可以上車。如果你到而家都感覺儲蓄困難嘅話，記得睇我下一條片，建立一個儲蓄系統。下一集見你哋啦，拜拜。